你有冇覺得你屋企隻狗好似無時無刻都觀察你？你哋開心唔開心，驚發脾氣，佢好似未講已經知，有時仲未行到門口，佢已經去咗門邊等你。你會唔會諗過佢其實唔係狗喎，係一種高智慧觀察生物？汪星人啦，冇錯啦。今集呢，我哋就問一個頗荒謬但係令人着迷嘅問題啦。汪星人其實係派嚟監視我哋啊！先唔好笑住呢，佢真實世界入邊呢，狗狗對人類反應之靈敏，真係去到近乎超自然嘅程度。從生理角度講，狗狗擁有超過3億個嗅覺感受器，比人類多出超過50倍，甚至可以分辨你情緒改變後分泌出嚟嘅氣味分子，包括壓力荷爾蒙、腎上腺素微粒，連你未發燒佢都可能嗅得出。如果你今日都心情低落、流汗多啲、呼吸頻率唔同、講嘅語調變咗呢，狗狗基本上可以從氣味同聲音即時分析到你唔係平時嗰個你，佢唔止知道你情緒有變，佢仲會應對。但更神奇係狗狗嘅視覺同埋注意力模式係專門進化咗讀你面色。咁研究發現咧，狗係哺乳動物入邊咧唯一會望人類左邊面部多過右邊，因為人類情緒表達咧通常集中喺咗臉啊。換句話講，佢知道點樣望你最能冇通啦。你嘅表情有研究用腦部掃描觀察狗狗對人聲同人面反應，結果發現狗狗腦部有類似於人類社交區域嘅活化，特別係你聲音入邊嘅情緒變化，佢會特別警覺。你睇、你笑、你唔講嘅，但係鬆晒氣，佢都分得出。再講一個更加神秘，但係其實有科學根據嘅現象啊！狗狗知你幾點返屋企，呢個行為以前好多人當神蹟啦，但係事實上好可能係氣味衰退理論。當你出門之後留喺屋企，空氣中嘅氣味濃度會逐漸下降到某個程度，而狗狗可以透過呢個氣味時間感，大概知道你平時返嚟嗰個點就快到，加埋你每日生活節奏都差唔多，佢會自然形成一種預期反應。仲有一點，連你哋覺嘅時候，狗狗都可能同步你嘅生理節奏。有實驗發現，人同狗一齊生活一段時間之後，佢嘅睡眠週期會同步，包括 REM 快速動眼期出現時間同心跳變化節奏。咁如果你冇覺發噩夢啦，身體出現激烈變化咧，狗狗有機會第一時間發現，仲會主動喚醒你，或者係靠近安撫。咁講到底，狗狗會唔會係外星生物？老實講，冇證據證明佢哋係，但從行為觀察、嗅覺感知、社交反應、同步睡眠等多方面嘅嘢，狗狗嘅觀察力絕對係人類以外最了解人嘅生物之一。與其話佢哋係監視你，不如話佢哋係你最貼身嘅感應器，同時係你唔開心時唯一唔講廢話，純粹陪你嘅存在。一隻狗可能唔識得講人話，但係佢讀你讀得可能比你身邊嘅人仲準。